明朝总共扑腾了276年，16位皇帝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纵览大明王朝每一位皇帝的历史轨迹，来完整领略大明王朝波澜壮阔的荣辱兴衰。第一位，明太祖朱元璋。朱元璋原本是贫苦的农家子弟，因参与了红巾军起义而跻身历史舞台。在红巾军中，朱元璋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和军事才华。之后，他率军南征北战，推翻元朝统治，并先后消灭了各路诸侯割据势力。公元1368年，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朝，年号洪武。在他的统治下，明朝经济发展，社会稳定，国力强盛，被称为洪武之治。同时，朱元璋也有铁腕统治的一面，他对政敌和异己采取严厉残酷手段，这也使后人称之为杀人狂魔。朱元璋在位30年，公元1398年，朱元璋驾崩，享年71岁，他是大明最长寿的皇帝。第二位，明惠帝朱允炆，他是朱元璋的孙子。朱元璋的儿子们那时几乎全在边疆抵御外敌，每个人都是手握重兵的藩王。朱允炆面对叔叔们的强大实力很没有安全感，于是一上位就开始削藩，逼得叔叔们不得不造反。公元1402年，他被造反的叔叔朱棣推下了皇位，并从此下落不明。第三位，明成祖朱棣。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，不满侄子朱允炆的削藩，发动了靖难之役，夺取了皇位。虽然是篡位登基，但他在治理国事方面却十分出色。他武征蒙古，主持修撰了《永乐大典》，并派遣郑和六下西洋，同时也将都城迁至北京，这也是天子守国门的由来。朱棣在位22年，创建了永乐盛世。公元1424年，朱棣驾崩，享年64岁。第四位，明仁宗朱高炽。朱高炽是朱棣的长子，他26岁被立为太子。公元1424年，朱高炽继位，在位期间，他废除苛政，重用贤臣，停止了永乐时期的大规模用兵，使天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但在位不到1年就病逝了，享年48岁。第五位，明宣宗朱瞻基。朱瞻基是朱高炽的长子，13岁时就被朱棣钦定为皇孙辈继承人。他27岁继位。朱瞻基在位10年，他尽可能不发动战争，他整顿吏治，休养生息，使大明社会经济空前发展，国力达到鼎盛。朱高炽、朱瞻基父子统治的10余年，被称为仁宣之治。在朝臣对朱瞻基寄予厚望之时，38岁的朱瞻基却英年早逝。第六位，明英宗朱祁镇。朱祁镇是朱瞻基的长子，他是明朝历史上年龄最小的皇帝，继位时年仅9岁，因年纪小而受到宦官的左右。由于听信宦官王振的谗言，御驾亲征攻打日益崛起的蒙古瓦剌部，最终兵败被俘。因为国家不可一日无君，他的弟弟朱祁钰被推上皇位，瓦剌部以朱祁镇为人质，向大明敲诈勒索，屡屡被拒。因看不到朱祁镇的价值，不到1年时间就把朱祁镇给放了回来。公元1457年，在宫中被软禁多年的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，再次登上皇位，2次在位时间共计21年。他于38岁时驾崩。第七位，明代宗朱祁钰。朱祁钰是朱祁镇的弟弟，因兄长被蒙古俘去当了人质，才有机会当上皇帝，但皇位还没坐过1年，朱祁镇就被放了回来。朱祁钰此时已不想让位，将朱祁镇软禁在南宫，他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。后来朱祁镇夺回了皇位，重新上位的朱祁镇直接把朱祁钰从族谱中除名。朱祁钰在位仅7年，最终于30岁时去世。第八位，明宪宗朱见深。朱见深是朱祁镇的长子，3岁时父亲被俘，叔叔上位后将他的太子之位废除，等父亲再次登上皇位，恢复了他的太子之位。他23岁继位，在位初期，他励精图治，任用贤能，一手终结了其父亲的诸多弊政，做到了先安内在攘外，使明朝重新走向强大。但朱见深极其宠爱万妃，进而任用外戚万安，让其把持朝政。同时他还建立了臭名昭著的西厂，巅峰时期的西厂完全碾压锦衣卫和东厂，而这也是明宪宗政绩上的最大污点。朱见深在位23年，公元1487年，
朱见深驾崩，享年41岁。第9位，明孝宗朱佑樘。朱佑樘是朱见深的唯一儿子，他17岁继位，他就是弘治皇帝。朱佑樘是难得的好皇帝，宽厚贤能，明察秋毫，把国家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使得大明国力再次进入鼎盛时期，史称弘治中兴。但他身体不好，36岁就驾鹤西去。第10位，明武宗朱厚照。朱厚照是朱佑樘的长子，他15岁继位，他就是正德皇帝，与父亲朱佑樘宫行节俭，不近女色，正好相反。他在皇宫开设豹房，里面全是他搜刮来的奇珍异兽和美女。他为人行事十分荒唐，整日寻欢作乐。但朱厚照也不是一无是处。公元1517年，他御驾亲征进犯的蒙古部，取得了胜利，史称英州大捷。至此，蒙古部之后长时间不敢再犯。公元1521年，朱厚照驾崩，享年31岁。第11位，明世宗朱厚熜。因朱厚照一生未有子嗣，只能传位给自己的堂弟朱厚熜。朱厚熜在位早期，一心治理朝政，爱惜子民，减轻赋役，并且整顿朝纲，严以御官，史称嘉靖新政。在嘉靖新政之下，明朝经济、政治发展都趋于稳定。后来朱厚熜开始懈怠，擅宠道士、宦官，不理朝政，致使南边倭寇侵略，北边大陆进犯。嘉靖在位45年，公元1567年，朱厚熜驾崩，享年67岁。第12位，明穆宗朱载崎。作为朱厚熜的第3子，他因兄长早逝而得以继位。他30岁登基继位，他就是隆庆皇帝。在他的统治期间，他将政务交给高拱、张居正等内阁大臣处理。在军事上，他重用谭纶、戚继光等将领守卫边关。经过一番整顿，国家局势有所改善。但朱载崎本人放纵于声色犬马，导致身体逐渐恶化。在位仅6年，公元1572年，朱载崎驾崩，享年36岁。第13位，明神宗朱翊钧。朱翊钧是朱载崎的第3个儿子，5岁立为皇太子。他10岁继位，他就是万历皇帝。他在位的最初10年，皆由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。张居正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，使社会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，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。朱翊钧亲政之初也是励精图治，但却因为征国本事件促成了朱翊钧的怠政，他长达28年不上朝。在位期间，国家打了3场大仗，基本上耗尽了国库，使大明王朝彻底走向了下坡路。等他快退位的时候，东北那边的女真族出现了一个叫爱新觉罗的部落，部落的老大就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。此时大清朝开始有了苗头。朱翊钧在位48年，他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公元1620年，朱翊钧驾崩，享年58岁。第14位，明光宗朱常洛。朱常洛虽是朱翊钧的长子，但因为母亲不得皇帝宠爱，在经历了长达15年的国本之争后，20岁才被立为太子。他39岁继位，他就是太昌皇帝。可是，在登基大典后仅10天，朱常洛便一病不起。他听说有人来进贡仙药，就非得吃，谁都拦不住，结果吃完就驾崩了。在位仅29天，他是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。第15位，明熹宗朱由校。朱由校是朱常洛的长子，他16岁继位，但他志不在朝堂，他沉迷于木工，不理朝政，国家大事都扔给了太监魏忠贤。魏忠贤掌控东厂，为非作乱，杀了几乎所有的忠臣，把持了整整7年朝政。朱由校在位仅7年，公元1627年，朱由校驾崩，享年23岁。第16位，明怀宗朱由检。他是朱由校异母的弟弟，因朱由校没有子嗣，由16岁的朱由检奉遗诏继承皇位，他就是崇祯皇帝。他一上来就铲除了权臣魏忠贤及其党羽。此后，他勤于朝政，厉行节俭，力图实现大明中兴。但是这时候的大明王朝已经风雨飘摇，回天乏力。此时天灾不断，旱灾、蝗灾、瘟疫等就没有停止过，最终导致大面积的社会动荡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。其中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
一路打到了北京紫禁城，逼得崇祯皇帝在景山一棵歪脖树上自缢身亡。至此，经过276年的兴衰荣辱，16位君主执掌的大明王朝由此彻底覆灭。